我係荃灣少年警訊 Annie。喺過去嘅10月26日星期日，少年警訊升旗比賽2025喺香港警察學院隆重舉行。來自荃灣區代表之一嘅海壩街官立小學的同學們，喺多輪預賽中脫穎而出，成功晉級至總決賽。喺決賽當日，同學全力以赴，展現出最佳水準，最終不負眾望，勇奪小學組季軍。我哋一齊欣賞升旗手嘅精彩表演，見證佢哋用汗水、堅持和努力換來嘅榮耀時刻。各位同學，我哋咧其實已經好努力練習，非常努力練習。咁今日咧，我哋去到決賽啦，一陣間就去最後嘅比賽啦。咁無論成績點都好啦，大家要好盡力，所以我好欣賞大家嘅，大家都好欣賞你哋嘅。係啦，我哋海軍升旗隊加油 ！OK， 1、2、3，海軍升旗隊加油！海軍升旗隊加油！榮獲少年警訊升旗比賽2025小學獎嘅季軍得獎隊伍係海壩街官立小學。比賽開始。起步走，踏步，立定，向前一步走。坐。請各位面向國旗肅立，升國旗，奏國歌。向右转，起步走，立定，向后转。比賽完畢，參賽隊伍可以離場及走台。